第17章，保罗甲西列经过暗菲波里甲阿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，伫遐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照伊所常的规矩入去。一连3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甲因辩论，讲解排列基督的确着受害，对死来搁活，搁讲，阮所传互恁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因中间有一寡人听了劝，就负叹保罗甲西列，搁有真侪虔敬的希利尼人，尊贵的妇女也无少，总是遐个毋信的犹太人，心内怨妒，招致一寡持正的匪类，斗火真群，冲动规城的人，窜入耶稣的家，要将保罗甲西列带到百姓迄位，找袂着因，就将耶稣甲几个兄弟拖到地方官迄位。话就讲，迄个搅乱天下也到遮来。耶稣收留因，这个人拢违背该撒的命令，讲另外有一个王耶稣。众人甲地方官听见这个话，就惊吓，对安尼处耶稣甲其余的人的保障，就讨帮因。兄弟随时伫民间找保罗甲西列去比利亚，两人到了，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这所在的人，较熬伫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个道，日日查考圣经，要知影这个道是甲毋是。所以因中间有偌侪相信的，搁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无少，总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，知影保罗搁伫比利亚传上帝的道，也就去迄位冲动搅扰众人。当时兄弟就找保罗去海边，西列甲提摩太有缘踮伫路底亚，送保罗的人带因到雅典。既然领保罗的命令，叫西列甲提摩太紧紧到伊迄位，就倒去啦。保罗伫雅典听候因的时阵，看见规城拢是偶像，就心内着急。对安尼伫会堂内，甲犹太人、甲敬虔的人，搁逐日伫市顶所拄着的人辩论，搁有用比古罗甲苏多亚两门的学士，甲因争辩。有的讲，这个胡言乱语的，要讲的是什么？有的讲，伊似乎是传说外邦的鬼神。这个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甲搁活的道，因就将伊带到阿略巴谷，讲你所讲的这个新道理，阮也通知影吗？因为你有一寡奇怪的事传到阮的耳孔中，阮愿意知影这个事是什么意思。雅典人甲踮伫迄位的人客，拢无顾别项事，只将新闻讲听听。保罗徛伫阿略巴谷的中间，讲：正位雅典人啊，我看恁凡事真正敬畏鬼神。我游行的时阵，看见恁所敬拜，拄着一座坛，顶面写未捌的神。
恁所毋认捌来敬拜，我现在甲恁讲，创造宇宙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然是天地的主，就无惦伫人手所造的殿，也毋免用人的手服侍，亲像欠缺什么，家己反倒将活命、气息、万物赐予万人。伊对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踮伫全地上，并且大声定准因的年限，甲所踮的疆界，要互因祈求上帝，或者可以吹毛来得到。其实伊离开咱逐人无远，咱生活、动作、存留，拢在伫伊。就亲像恁做事的有人讲，阮也是伊所生的。咱既然是上帝所生的，就毋应该掠做上帝的神性，亲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阵，上帝并无监察。现今却吩咐逐位的人拢着悔改，因为伊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所设立的人，照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伊对死来国活，互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众人听见对死来国活的话，就有支持，阁有人讲，阮阁听你讲这个吧。对安尼保罗对因中间出去，总是有几个人瓦群的信主，其中有阿略巴古的官丢尼修，阁一个妇人人名叫大马利，也有别人三甲信探。